新冠疫情三级警戒到即卖已经超过2个月，各行各业拢受到影响。议员单于顶透早市政总质询，请市府除了有中央纾困方案以外，嘛会当增加其他的方案来协助市民渡过难关。包括夜市摊商，阁有托婴甲邮电园，拢会当杀出，互市民有感的照顾相关政策。对此，市长黄惠特表示，会搁再讨论方案来减少业者的损失。台北市是针对市场，但不管是夜市或者是菜市场，其实都是市场的摊商。而台南市的夜市不是被中央要求停业的，是在市政府认为有防疫需求下，我们去要求它停业。就如同台北市没有补夜市啊。是，如同我们纾困4.0的这个状况以下，我们针对如果是被政府停业的那17类，其实有加码的补助的方案。所以我们的夜市摊商们就是认为说，我们因为市长的防疫政策要求我们停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加码对他们的关心跟照顾，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停业期间市长对他们的关心，这个部分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也拟一个方案？当然我知道我们的财政规模不如台北市啊，但是我们有什么做法可以让这些摊商朋友可以实质的感受到市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北农的国菜市场是一天的营业的货数是1200多吨，是。那第2名的高雄市是只有83吨，是。那台南市这一天的营业的，以果菜市场来讲，就可能只有20-30吨，有相对的落差。因此大概规模只有40几分之一。那不管如何，毕竟您提到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去思考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尤其夜市多半是在私人的土地上，或是用政府的道路。那如果用道路的部分是属于政府可以处理的，刚刚您有提到的。那如果是用私人的土地上，我们也会努力去跟地主或是摊主来沟通一下，看可不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的方式。我们也会去努力思考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个他们感觉到说。虽然是损失都损失了，但是不要损失那么多了。除了关心纾困补助，另外议员嘛关心在台南市疫苗的施打率。议员表示，在咱市疫苗注射率唔但是6都排名上尾，而且覆盖率嘛比全国平均更较少1.5%。对此，卫生局长表示，主要是因为疫苗分配量的问题，因为台南市分配数量比其他的县市更较少，即马干会当专案做册来送中央核准。市府甲议员嘛呼吁市民一定要到预约平台来登记，因为即马中央看预约的人数来分配疫苗数量，所以要呼吁民众把握预约的期间来上网站登记，才会当赶紧来注射。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